由英国制造气流观测卫星风神号，伫台湾时间29翻点过2点的时阵，伫欧洲太空总署的引导之下，结束过去5年来的任务，成功降落伫咧大西洋。这嘛是头一粒人造卫星伫咧任务结束了后，成功引导返来地球的案例。 火箭在卫星两轨大气站进入观测轨道，这是由英国制造、用希腊风神号名的气流观测卫星风神号，伫2018年伫欧洲升空的状况。过去5年来，伊测量地球全球的气流路径，佮协助研究改善地球气象预测。暂时结束任务，加上 ESA 欧洲太空总署捌伫6月提出零残骸现象倡议，就决定要试看卖引导风神号卫星返来地球。 At ESA, we're convinced that this is the responsible way to act. We want to demonstrate if it works, or at least that something can attempt to be done to reduce an already very small risk of it harming anybody or anything. 原本风神号的飞行管道是伫400公里远的太空当中，载着燃料用要小悬，逐工拢来降低管道。等待降到320公里远的时阵 ，ESA 用阶段式降低管道的方式，协助卫星进入大气站返来地球。And we're lowering its altitude to 250 kilometers, and then even further to 150, and then 120. So clearly, we are pushing the boundaries of what the spacecraft was designed to endure. 风神号伫台湾时间29翻点2点，伫南极洲的天空重新进入地球的大气站，伫安全烧掉大部分的残骸了后，落入去大西洋。这是头一粒人造卫星伫控制之下返来地球案例。ESA 毋望借这个实验替未来引导卫星返来地球做模范，落实减少太空垃圾的行动。高雄新闻台是董平益。